2月2日被妥協挽救。所謂的典型嗜酒者的特點，就是他們內心中孤芳自賞，以自我為中心，自以為無所不能，為保持內心世界的完整，不惜代價。嗜酒者的內心就是不能忍受旁人或上蒼的控制。嗜酒者必須做自己命運的主宰者，為做到這一點，他們要奮鬥到底。AA 的歷史第311頁英文版。最令人不解的是，為什麼有些人為了保住自己的獨立性，卻死於嗜酒，而另一些人卻在 AA 中不費吹灰之力就能保持清醒呢？上蒼將清醒恩賜給我，使我有戒酒的意願，這也不再那麼難以解釋了。我開始願意去接受護戒協會中男女會員的建議。在上蒼面前，我只有妥協，因為只有在向上蒼和我的會友們伸出雙手時，我才能夠得到獲救。